展。以下我從7個方面作出引介：一、推動澳門民生事業發展，着力維護社會祥和穩定。維護居民健康係打造幸福澳門同活力澳門嘅基石。我們將按照習近平主席構建涵蓋生命全週期嘅保障體系，確保醫療服務全面覆蓋居民嘅要求嘅指示精神，建設高品質全覆蓋嘅醫療衛生系統。一方面，完善醫療保障體系，加緊完成東區2衛生站嘅建設，強化政府、非牟利同私營醫療機構三方嘅合作，進一步縮短輪候時間，改善住院嘅服務條件，完善社區醫療資源同埋服務。另一方面，全方位多層次關愛青年學生、長者及其他居民嘅身心健康，強化衛生中心嘅診療服務能力，建立24小時線上線下心理支援平台，提升醫療券金額，擴大衛生健康領域嘅國際合作，完善社會服務，加強社會保障，係民生工作嘅重要組成部分。在老齡化和少子化同步加速發展嘅背景下，政府同全社會需凝聚共識，喺超少子化同超老齡化社會到來之前，積極採取行動，作出系統有效部署。我們秉持老唔老以及人之老，幼唔幼以及人之幼嘅態度，從維護社會祥和穩定嘅高度，集中做好一老一小嘅工作，構建涵蓋生命全週期、覆蓋生活各領域嘅民生保障體系。首先係綜合施策鼓勵生育，為相關家庭提供切實可感嘅支援，尤其係設立育兒津貼，向澳門永久性居民3歲以下嘅嬰幼兒每月發放1500元澳門元，每年合共18000澳門元嘅津貼。同時，將出生嘅津貼調升至6500澳門元，並從長遠發展嘅需要出發規劃同完善托兒服務。其次係兜牢民生底線，調升養老金、敬老金及其他社保給付項目嘅金額，開展獨居同兩老家庭長者嘅普查及登記，研究私營長者公寓嘅長期需求，建立健全嘅居家養老、社區養老同機構養老體系。同時調升殘疾金、殘疾津貼，推動福利向低收入群體同弱勢困難群體傾斜。2、發展文化同體育事業，着力推動兩個打造。在文化方面，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強化內聯外通嘅作用，全力將澳門打造成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重要嘅橋頭堡，同中西文明交流互鑑嘅重要窗口。繼續強化一基地嘅建設，立足長遠，規劃建設具國際影響力、高規格同標誌性嘅文化設施。澳門國際綜合旅遊文化區，從項目選址、建築設計同內容打造等方面，深入聽取社會各界意見，舉辦中日韓文化部長會議同旅遊部長會議，以及高規格嘅國際文化論壇，擴大東亞文化之都嘅品牌效益，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鑑嘅窗口，推出全新嘅中華文化演出季，爭取引入國家級嘅舞台藝術精品，讓世界看見中國。透過各類高端藝術演出，吸引眾多國際知名藝術家來澳，提升澳門文化影響力，利用中西薈萃嘅文化特色，講好澳門故事、中國故事。在體育方面，將從建設體育強國嘅高度，參與承辦第15屆全國運動會，以及全國第12屆殘疾人運動會暨第9屆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做好競賽組織等工作，彰顯制度優勢，講好灣區故事，推動大灣區高質量發展。3、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着力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從戰略嘅高度對待教育工作，心懷國之大者，舉辦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系列活動，鞏固、強化同深入開展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
調升免費教育津貼、學費津貼、回歸教育津貼，為進一步優化班師比或師生比創造條件，提升優質教學供給能力。同時，按照習主席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嘅要求，圍繞國家同澳門發展需要調整高校嘅學科體系，優化產學研同科技成果轉化，全面總結前2期人才引進計劃嘅成效，推出第3期嘅人才引進計劃，發揮高校嘅平台作用，加強同葡語國家、一帶一路及東南亞地區高校嘅聯繫，擴大國際朋友圈，吸引海外學生來澳留學和赴內地交流，助力國家教育對外開放。利用橫琴延伸辦學嘅有利條件，引才育才並重，將澳門建設成為廣納天下英才嘅集聚地，在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建設方面發揮澳門獨特嘅作用。4. 做好新時期青年工作，着力為青年成長成才、施展抱負，創造更好嘅環境同條件。青年係澳門嘅希望同未來，做好青年工作係社民範疇各部門嘅共同使命。在政策方面，將開展澳門青年政策2021至2030中期評估，制定更貼近實際、更受歡迎嘅青年政策，拓寬意見嘅表達平台，更充分發揮青年諮詢組織嘅作用，增加與青年嘅良性互動。同時，整合全社會各方力量，聚焦澳門青年嘅身心健康，加強校園運動嘅氛圍，開展學生生涯規劃藍圖計劃，並優化學生嘅輔導服務。在實習同就業方面，推出支持青年到大灣區就業新計劃，對前往大灣區內地9市及橫琴合作區內指定企業就業嘅35歲或以下高校畢業青年，於其就業期間每月補貼5000澳門元，補貼限期最長18個月。同時，為青年提供更多實習機會，增加赴內地指定企業實習崗位數量。澳門大專學生內地實習計劃名額新增至520個，完成實習後每人津貼5000澳門元，推動青年融入國家發展。5. 努力發展中醫藥大健康產業同文化體育產業，充分發揮澳門嘅制度優勢同資源條件嘅作用，堅持市場思維，政府、企業同社會合力向前，大力發展中醫藥。同時發揮協和澳門醫學中心喺分流公共醫療服務壓力同開拓高端醫療市場兩方面嘅作用，促進旅遊加醫療，雙措並舉發展中醫藥大健康產業。在文化產業方面，引入同打造更多高層次嘅國際文化演出同品牌項目，深入推動一基地、東亞文化之都同演藝之都嘅建設，文創文旅兩翼齊飛。喺體育產業方面，充分發揮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等傳統知名賽事嘅作用，打造更多具吸引力嘅國際體育盛事，將體育與旅遊及文化相結合，帶動經濟發展。6. 從政策規劃和具體工作層面，着力加強跨司同跨部門嘅協作。喺行政法務方面，全力配合公共行政改革同法制建設，依法施政，提升效率。在本範疇各項新政策嘅醖釀同推行過程中，加強同法務領域嘅協作，加強與經濟財政範疇嘅協同，齊心協力制定中醫藥大健康同文體產業嘅中長期發展專項規劃，加強文旅、旅遊加體育嘅協調機制，發揮高校同新型科研平台喺高新科技同產業發展上嘅引導同支撐作用，加強預算同財政方面嘅溝通協調，確保養老金、敬老金、免費教育津貼等惠民措施以及鼓勵生育政策嘅推行，與保安範疇密切協作，共同提升校園安全以及各項大型嘅文化體育活動嘅安全保障，尤其係確保第15屆全運會嘅成功舉行。同時，
共同推進國家安全教育進學校、進社團、進課堂，進一步提升國家安全教育展嘅成效。全力加強與運輸公務範疇嘅合作，支持城市發展建設，在有效推進各項以規劃設施建設嘅同時，穩妥規劃好未來教育、衛生、文化、體育同社會等領域嘅公共空間，包括全國高校區域技術轉移轉化中心、國際綜合旅遊文化區嘅建設選址，以及未來私營養老設施嘅用地需求。我們也會認真聽取審計部門嘅意見，配合廉政機構嘅工作，共同構建高效、廉潔、有為嘅政府。七、按照澳門加橫琴嘅發展方向，全力投入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第二階段嘅建設。在國家戰略引領下，教育方面將以有力嘅措施支持合作區澳門子弟就學，分階段推進澳琴國際教育大學城嘅建設。首期開展澳門大學在橫琴合作區新校區嘅工程，累積經驗後，進一步推動更多有條件嘅高校赴合作區延伸辦學，同時加強澳琴兩地科研、教育及人才工作嘅協調配合。在醫療衛生同社會服務方面，逐步增加澳門新街坊衛生站以及家庭社區服務中心和長者服務中心嘅服務項目，實施便民嘅藥物措施，探討與橫琴醫療機構合作提供服務。同時，在大灣區更多城市引入粵澳社保一窗通專窗，拓展粵澳社保服務線上線下嘅合作範圍，聯合舉辦文化、體育品牌活動，促進相關領域嘅規則銜接同埋機制對接，共繪區域發展嘅新藍圖。主席閣下、各位議員，感謝各位及社會各界對社民範疇工作嘅支持。我們相信，在中央嘅大力支持下，在行政長官嘅帶領下，同全澳居民嘅共同努力下，澳門社會必將更加祥和穩定。澳門這顆祖國嘅掌上明珠一定會更加熠熠生輝。